湾队打败西班牙，摕到经典赛的门票。规条的球迷是欢喜甲袂顾哩，而这个比赛场边的应援团嘛非常的激动。比赛结束，确定台湾队摕到胜利的迄一刻，这个拉拉队的成员懒挡袂牢咯，目屎连落来。因为这是伊拉拉队的生涯最后一场应援的比赛，马将对伊要离开嘛真唔甘。 手提卫生纸，目屎七七里继续跳。台湾顺利摕到经典赛正赛门票，啦啦队的女孩娜娜伫场边加油，感动甲哭出来，互球迷足感动。等一下呢，场内要来进行的是我们简单的我们的仪式队友嘛拢走过来甲揽的，因为这个时阵对伊来讲真有意义。 这是娜娜最后一摆以啦啦队的身份加油，伊感谢这份礼物，目屎真正记在袂了，表示会当加入团队真幸福。是讲感动的，唔乃伊一个，规场的球迷拢是无后英雄。我们做小舞台，做 B2， 超嗨炸嗨，快不行了。对，我们快不行了。我声音都已经沙哑。他就直接跳过去接杀，然后就第一个看起来就接不到，但是他就接到。刚刚孙艺磊的大心脏，对对对。 那个满垒的时候，连续2个3振，对，真的是超赞。非常。多谢话挺台湾，未来台湾队嘛要继续挺。虽然比赛结束了后已经未清，真侪球迷也是走伫球员休困的饭店，听因到最后一刻。辛苦了，去吧。 那加做话题比赛品牌6点棒球的 logo 是头家亲身送来球场，每将拢去甲洗到写，也有人讲拿赢球特别食1礼拜，更加甲因建议讲，过去就甲改做台湾的 logo。关键的比赛暂时结束。大鼓响鸣，我们来了 ！Yes， 东京我们来了。相信球迷甲啦啦队拢会尽全力迎接明年的国际赛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